为鼓励低收入户或者是中低收入户的弱势学童用功来读册，宜兰林美院结合台南市妇女联合会、甲康芳珍慈善爱心协会，对109学年度推动富康学业进步的奖助学金，鼓励弱势学童甲家己来比赛，就算进步1分嘛有奖项，而且申请的名额无限。看到进步2个字，进步就是说你的学习以自己来比较。不是去跟别人比较，跟自己要求自己，跟自己来赛跑，跟自己来赛跑。所以你有进步，我们就给你动力；你只要有进步，我们就给你动力。所以之前我们会讲说，我们门槛85分啊，怎样怎样，这个就有点就是跟别人在比赛。但是我们要的是跟自己来比赛，跟自己来比赛。所以你如果有进步的话，我们就是2个协会就成立这个富康学业进步奖学金这个平台啊，在去年我们也颁发了1次，那今年我也即将就是第2次的，就是颁发这些奖学金。真的这样子的一个讲座的一个目标哈，我觉得越来越多人可以达到这样的目标，发挥了很大的一个效益哈。真的看到小朋友，我知道今年17所95个小朋友里面，还有一个是进步33分。真的很棒，3分。那进步1分的，我也给他鼓励。为什么？因为就是进步，就是对自己有期许。那因为透过这样子的一个鼓励的一个机制，让孩子们能够对自己设下一个目标，那也达到这样子的一个目标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喜悦。上午出席颁奖的除了教育局的专门委员，另外还有南区、安平区的各中小校长加学生代表。专委表示，进步奖不但对学生是一种的鼓励。另外，嘛，真符合新课纲的差异化适性教学。奖学金的一个特色就是进步这2个字啊。那我觉得这个进步这样的一个精神就跟我们现在108的课纲，其实我觉得是蛮契合的。因为我们108课纲其实讲求的是这个差异化的这个适性的教学。那所谓差异化的适性的教学，它强调的是说，要根据每一个孩子他不同的这个学习的特性，那给他个别化的一个学习支持。主办单位表示，这届申请的名额无限，只要这学期的成绩比顶学期进步195分，就颁发1000块；6分至10分有1500块。进步10分以上，颁发2000块。另外，上午出席的学生还佫特别赠送文具1组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